搁再来看到，又搁是啉烧酒赛车引起车祸，一个姓的人驶一只小车拜是为平湖马经要去山水的方向，好残因为啉烧酒赛车，先去弄到路边的阿门头护栏，车线并车并直路的，这赛车的人着伤酒测数字0.75，无想到讲伊继续伫咧咱看起来真长，伊讲酒测袂准，要求改定酒测一改。 中期尾也是互警察依照公共危险罪，甲依法送办。金色的旅行车并车倒伫个路的玻璃甲车顶的物件拢散架跪涂骹，规地撞翻呢。含伫个路边固定的护栏嘛，互弄甲倒去，看会出来真正是弄甲足大力的。警方随派大架吊车，甲箱仔车位现场拖走，后尾用1点钟交通才恢复。 58岁姓的驾驶26号赛车经过平湖马经往山水路的路段，可能因为有啉酒，伫咧滑的时阵驶甲真凶，直接弄到路边的护栏，唔那并且伊的头嘛弄到受伤，送去病院了后，警察要求要做酒测，想袂到伊就开始找理由。结果酒测值有0.75，姓的驾驶看到就开始质疑警察的酒测无准。你说我0.75。 0.75已經講啊，那有可能0.75啦吼。哎，無可能。一直要求佮定做一改，毋过毋管伊安怎如，尾也是互扣起来，按公共危险罪，带转去警察局为家己啉酒赛车负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